来到新营南明洞73间业者超过100种的商品伴手礼，已经让人提前感受过年的气氛。支付农局为了应应民众过节送礼需求，特别办理新春农特产伴手礼展售活动。市长吴伟铁嘛到场加所贵宾做伙推荐伴手礼，就是要买台南出品的好礼。而且透过下载这本卡塔罗具，也有详细了解有关难得极品的标准认证，让大家食健康、食营养安全。这边都是各个农会里面最强的这个产品所以说我想说也希望说我们今天也许呼吁跟我们好朋友，以后我们会再强化更多的宣传让很多市民朋友们，还有来台南玩的朋友们都知道台南有这么好的产品。这个我们的行路我也希望能够带到这个北部去带到中部去，让很多中北部的朋友都知道台南有这么好的农特产品。因为我自己看都蛮心动的所以说这个一会儿从年初广告到年尾其实全部都在这边所以说这个全部都网络。市府理会长都来引进各大农会上热门的农特产品来全力推荐台南好礼，嘛邀请台南市各工业区厂商协进会、商权发展协会以及南科各公司的福利委员会到场采买，嘛现场热闹滚滚，参像年会大家同款。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